中正纪念堂转型推动的专案小组，其中有3个成员最近是伫媒体发表文章，批评讲这个小组到达是无啥成果哦，嘛批评执政党的态度是造成转型无进度的原因。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就指出讲，行政议会继续来收集各界的意见，卖来检讨。也毋过，伊嘛强调讲，目前是无要甲中正纪念堂拆掉的计划。无意拆除中正纪念堂厝顶，也是将堂体规个包起来，甚至将灯上钉落去涂骹底。这是民间三大协会发起的竞图展有性作品，提供为伫台北市中心43年的中正纪念堂多元的新设计。也毋过最近，行政院中正纪念堂转型推动专案小组成员吕玉、黄淑梅、叶凤玲联名投诉媒体，指出文化部开千万补助相关活动，刷定位无清，而且专案小组到今拢无具体成果，批评执政党欠意志加能力，使得转型停滞。太慢了嘛！他在任8年，而且国会还都是占绝对优势的，都不能推动，如何去做？这完全要靠政治意志，不是用说的。对于小组成员的主题，行政院长陈建仁回应，蔡总统真毋忙伫下任进前有所进展，也毋过也强调目前无规划拆除堂体。蔡总统也指示呢，希望在他的任内结束以前，在转型正义上要有所进展。关于中正纪念堂转型这件事情呢，确实我们有相当完整的这一个研议。那目前在进行的过程当中，并没有所谓即将拆除这样的一个结论。我们会继续透过各个管道呢来收集各方的意见。担任专案小组调集人的行政院副院长李文灿表示，对中正纪念堂的转型议题，目前有关伫咧甲专家学者共同讨论，希望就可行方案找出上大的共识。也有告行政院当咧评估推动转型正义5法修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